啊，无伤无息，吓死人的啦！哎，都奇怪呢，人讲的呀，唔做亏心事，半夜唔惊鬼捧门，做乜个坏事啊？啊，做乜个坏事？小死你神经病！见到眼见到，来见做乜个？来动动你专心练那个口琴啦！啊，这个，莫吵啦，莫吵啦！哎，今日真嘅是不懂喊呢哈？哎，做乜喊唔走啦？健康来做嘛啦？奇怪呢，一平常时啊，无喊都超广叫空用啦，偏偏因为暗喊都要吹口琴。来相同的啦。啊，人生苦短啦，哦，趁早吼多积到个阴德啦。算了啦，接引德。哦，应该呀，迄实在眼分，想要考下吹口琴就接引德。呀，问题啦。我自己咧，唔知道我个口琴碰到样买去啦。迄咩此曲唱得天当有，人间难得几回头啊！啊，讲到吹口琴吼，确实啊，碰到忙忙的。真嘅，真劲，真劲做得去殡仪馆啊，做呀攀照。第一，唔知佢係哪个第一嘛？那做去做乜个呀？俺咩都学弄呢。系哦，迄咩我都冇相关啦。我做得去殡仪馆攀照去做得呢。乜个呀？真劲爱去殡仪馆做攀照哦。哎呀，两个係臨時要嘅啦，只係每個兩個啊。同一頭，今日上前上電梯嚟也唔咩啊哈？連也做愛水也上我穿。你有樣啊？哎，穿嘢4年前都帶有良心嘅。呸！哎呦，人家屋卡做喪事，我迄個盤口琴，你喺雪中送炭呢。再講啦。我卡願意做下事情啦，大家都唔甘心呢，驚乜嘅抹到啦，啊嚇到要死呢，捱了啊去哦，去做好事呢，去積陰德呢。哦，做好事。哎呀，老人聽書啊。唔係邊度穿錢？唔係。講義氣。為咗朋友。兩肋插刀。只收紅包。數紅包留數錢咩窮樣啊？唉，冇窮樣哦。係啦，唔講啦。你規矩有本呢？樣啊！你像比如你去考駕聽書啊，考駕切對位本嚟到紅包啊，睇下入到去紅棒到去福氣啊，無哪係做唔得咯。哎呀，係啊，連人都唔啲啊，一個幾年啊，有冇卡冇執攀喪事？好啦，從有冇卡執4年。哎，講緊乜嘢咯？這樣嘅講法啊，乜好掂要見拍那個喪事嘅啊哈？係啦，我意思係講啦，我講唔對呢喪事嘅經驗嗬，唔拉到啦。唔經驗到哦。就係啊，從我年紀啊，當然比人多啊經驗。係啦，唔同日頭嗬，看過嘅喪事哦，比我看過嘅粉絲還那多啦，一點我經驗，我認分。你從強就好啦。韓國人唔講啦，我哋攀喪事嘅能力嗬。一級棒嘅啦，我講不過乜嘅親朋好友啦，生起事嘅啦，我睇下就拜你嘅醫藥呢，一天我係同一條歷史，本嚟同一條，其他人就開。哎仔，真件一屆啊，做乜嘢呀？因為我歷史你都好啊，名聲在外。人意思就講，因為你懂了解嗬，也平裝嘅歷史，做得老呀喪事啊，攀到當然慢，本人當安時錯嘛。唔係完全錯啦。我攀升能力嗬，我做啲老拍師，攀到鳳，攀到當鬧棚，攀到你好架嗬，名利雙收。我叫歐巴嘛，做得老喪事啊嗬，攀到安樣名利雙收，咪我有一種彩跳。係啊，係啊，嘿你講我長面路嘅喪事啊，我攀過樣，我真唔掂，我有一個彩跳咧。哦，人長面路過身嘅呀？唔啲啊？唔啲呢？啊，就2、3年以前啊，下個報紙啊頂頭條呢，還有彩色相片。人長面路係做太官嘅哦。唔係，我覺得名人。唔係，迄無做乜個富豪啦、名流啦、乜個意見嘅梁秋啦、吼，偶像嘅名士，也係糊塗太多啦。冇計啦，冇啦，佢係普通人啊，就最平凡嘅撞下人啊。一撞下人都蠻好波頭啊。哎呦，佢少嘅認為啊，佢咩牛人，唔過啊，驚喪事啊，攀到啊非常嘅排場風光。就會上頭條。你安樣係？講嚟談看下咧。開始咩講？以外場面路啊，佢喺淡定子無賴啊，鹹開啊，
咁我聽聽，像個牙姑娘啊，跟牙係西郎啊，人講西郎準班子啊，當然崇明路嘅喪屍啊，一天二牙開起來攀啊。應該啊，本來就係唔應該簽那個後拖咩？哎呀，我印象講，樣我嚟唔係都係鬧熱到嘅，跟牙崇明路佢撞下人啊，樣嘅老友好嘅子業嗬，嚟攀到啱當鬧熱，完成嘅係回憶。一當簡單啊，你就發下符喎，有冇？請嗰個親戚朋友嚟吟上就好嘅啊。外行做唔得啦。樣嘅啦。嘅符文啊，發唔到幾多種啦。做乜緊哦？哎呦，三唔知，跟老人家親戚有咁多乜嘢，帶到嚟，我大家都唔清楚啊。你做得多報紙當報要等廣告啊？唔是事前係嘛？老人家過世嘅時間，就留個一撮嘅火房冇天天，也冇乜嘅假山，仲做唔掂擺假山嚟做仔出山啊！係在，一冇錢啊，要想腳派頭，一難哦。無所講，錢啊，算定來事，辦法很形象嘅。開頭我哋去老戶嘅屋卡，布置變靈堂，行過嘅拍布啊，啲夫妻咧乖乖啦。哦，就等人來念香嘅啦，嗬。係啊，何等鬼嘢咧，樹林樹鬼嘢咧，半世人都冇來。哪計啊？按樣講嗬，人聰明咯，怕冇乜人緣咯。冇變啊！係啊，我一看啊，沒辦法。樣啊？係話不要，可以，見叫見係嘛，冇用啦。冇用？冇用啊！佢撞下發牙嘅，能研究一係嘛，冇人睇喺度。佢用嘅啥？係唔起來啊！我係上茶。上茶？係啊，我就制定佢啊，上茶。啲夫妻咧跌啦，用士比架太放鬆。嚇？點係嘛？係啊，係乜緊哦？係翻係乜㗎？係個叫係啊，佢冇用啦。上嚟係。來喲！看做仔送小呀，要來要送，唔是錢的懂我說，夾來。對，咁樣我睇到咗那個賣嘅拖油機哦，係咩啊？當然係丟鬧嘢咯，一下就來鬼食飯咧。新年一家，做咩來飲香嘅哦？唔係，來電視小呀嘅。新年飲香嘅，天意大做嗬，做嘛就係話不要放棄啦，來。見邊啊？來幾多行跌？乜雞啊？啲幾行哦，嚟成啲嘢哦。係啊，一下嗬人數啊太正咧，忙死呀時間嗬就破百咧。全部都係食小鴨咧。哎呀，等一發小鴨時間慳錢咯，破錢咯。係咁講，第三日哦，你幾多跌價錢哦？破萬。冇限你啦，冇限。口碑做出來啊！那係要口碑哦。做小鴨就來唔晒咧。冇限。何緊呢條一落山啦，跟年客啊出來啊，川流不息啦。熟識咧，大家坐到喺舞台，又食又練，又講又笑。嚟看大家心頭暗歌，唱出了卡拉 OK， 點唱機擺出來。乜雞啊？一蓮塘改咗夜店。嗰啲同就鬧嘢咩？我係用亂咩咁做的？提醒你大做，就以來泡沫還不收你來。一到你有電梯嚟呀咩呀？大做就是等小呀。是點拖拉鼓，但會再點補盤，行過盤頭把嚟全部帶來啦。哈！一到你上輪有卡露營哦。你看，唔係露營哦，係嚟擺攤呢。擺攤呢？你講擺嘅流通嘅攤販嘛？係啊。以為係啲人年度鬧嘢要上機。按樣咩做唔得嗬？老蓮塘準私藏，老娘想啊準昂機，加輕加點走。哎呀，大出到幾多個？各位鄉親朋友，又係私人土地，加上屋口讀到攀上師，希望大家上我嚟咧做生意。請往別處，請繳場租。繳場租。係啊，其他冇拍攝嘅誤傳啊，一談兩錢。你意思講，你喺繳錢，你就本年都要擺哦。係啊，我喺卷子呢，卷子不當人財路咧，大家辛辛苦苦，你喺度食飯啊？今日聰明咯，咁唔乜反對？牙聰明咯，見我講做唔得啦。廢話，咁你就死得啊！你講法。哎呀，等到個壇你擺起來嘅時間嗬，當到人走嚟看呢，人嚟見到，大家嚟看鬧熱。咁當然啦，大家就走嚟看呀，蓮塘啊變做美食嘅。天熱大做雨場，走嚟摸啊！唐先生，
我等也想借贵宝地摆摊营生，不知可否应允？还呼嘞！哦，你看啦，无通拄啊，摆娘娘吃唔落咧。你就很记得。哎，做唔得，围墙我辈还做得摆架一排，容易太极。乜噶？摆摊摸杯去嘅哦。会呀，我容易太极呢。你啲人摸杯哦，家家去来摆几多摊啊哈？廿十张哦，有那个大弹珠的啦，大烟草的啦，搓搓乐啦，哦，还有套圈圈啦、溜金舞啦，还有掷骰子啦，哦，还有那个打麻将啦、扑克牌等等咧。好，咱讲来讲去哦，连堂哦，像嘢压死嘅中央咧。好爽的，都按不条哦，里里外外哦，讲熟悉，哎呦，喜喜洋洋。也都带去连堂，也系系堂。土着闹眼咧。你问你按用咩咧啊？用来讲，你攀上思聪嘛？你咩都像压死嘅中央离题嘅啦，我老主题有关系呐。你为咩连堂啊？嘿，连堂啊！连堂就要有人叫啊。叫？嘿，哈，你也想到会叫。太衰啦！哎呀，你数钱数到唔记得去嘅。哎呀，俺们总知道怪怪的，像小提麻样嘅呢。原来系小提叫声。错，就表演叫。表演叫？老唔讲，佢有专业嘅。唔做得唱嘅嘛个号路别琴，五子叩木。哎呦！该条啊，唔得前提起无啦，我叫，我哋唔好自家菜，我哋自家都有叫啊。自家叫，你有感情的呢，你唔要表演。不管，俺娘是超太家来开会，来这轮流排班出班。连登来叫哦，係啊，你咁樣叫會出來？哎呦，叫唔出嚟做唔得啦！梁氏太家要拿出迪士尼嘅經驗精神啊！乜嘅呀？係迪士尼嘅經驗精神哦！你使用你嘅錢，就會做到嘅事情咩？錯冇？比如講最起碼要咩到那個花花草草嘅啊，做到那個宣傳嘅行銷啊！嚇，一叫要做到宣傳哦！唔爭啲哦！你啊呢條結下嗰條機渣，你想啊！你啊畫面人看下嗬，該好假幅度啊，變成乾菜，睇下叫到威王殺田啊，閻王都未死，跟我輩哦，睇下黑天落地啊，又濕又黏啊，衝到未死，我呀場面，極限地看到極神奇耶！真係咁神奇呢！係啊，天熱報紙一等啊，不得了咧，本天然愛天然，本鬼人愛鬼，全部都走嚟咧。我愛鬼人搶做嚟做乜嘅啊？走嚟參觀啦！哎呀，你個老鳥家做風景片嘅哦。係啊，我人啊半日一看到，本鬼台，愛鬼台，遊覽車一台來嗬，記未啦？連腰就拿糞便哦，啲天啊，挖緊個田茶格嘅呢，咁佢哋玩家啦，出家啦，切在邊呢？你講啊，放開交通啊，同愛鬼唔少嘅哦。唔係，講少數到田茶會料到。講來講去啊，你就講少數到巧。係咯，不過樣板啦，我聰明佬嘅喪屍哦，我可以判到排場有鬧嘢。佢啲糾纏之下，也做得安心咧。所以啦，佢乾脆啊，變到佢安叫啊，也唔叫佢入土為安，叫讓佢安心呐。哎呦，講到呢行，俺哋無奈何點啊？哎呦，俺哋想投資以後啊，就嚟下莊嘅。唔過啊，佢哋做生意人啊，見要求啊，可能一言再言。係你用言到嘅反駁橋嘅人嚟見過呢？講你咋個唔下莊，呢個出嚟啦就係翻，而家嗰邊就話人家出山呢。也老人家總算做得安心嘅啦。出山緊要啦，當到嘅新聞記者，我杜啲嘅連查條件呢，個馬要求我哋我回地嘅連查我希望啊司機上禮，團體走咧。嚴王自盤古開天以來冇人按樣咩咧啦。天熱報紙打開來。頭條，相片彩色嘅，當獎。哇，個頭條漂到非常嘅神奇有意思。寫乜嘅？佢寫講，好架笑，上架笑，司機上禮一場鬧劇。嘿，乜個意思啊？好架笑，唔係攀上司嘿。係啊，我認真一看啊，有樣呢。樣個相片睇唔睇啊？我哋啊，作得好福。回定緊嘅連茶雜啊，哎呦，米塊年宵咧，做乜會米塊年宵啊？係啊，做乜會米塊年宵咯？做乜會米個？哎呦，我想到嘅啦。樣誒？我個前面個薄片個翕相時啊，我翕相嘅時間喺我哋講啊，來。
大家看左边哦，预备笑。哎呀，这上菜啊，你等一下，耶！他敢是笑了？哎，今日一不看你全部点起来呀，没啊？这翕相是很笑，这家就要投入，家就习惯，你家就做丧事呢，天天都咁咩笑嘛个笑。哎，可能因为啊，个输钱啊，输到昏天黑夜啦。我讲啦，人讲的啊，不经一事啊，不忠一智，还一摆唔会再这样的。啊，喊你拜，喊你拜哦！哎，呀，上家少，要多睇样版型啦。照理讲，呀就做生意啊，赚到按多钱，要不还会免白白的呀？哎呦，啥唔对，我老唔讲啦。嗰上家少啊，係因為啊，佢哋聽講啦，生意好係好啊，唔過就打爽。樣誒，腳下無執執事。啊！你跳下一講講 ，Come on，Come on。